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6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高雄凤山陆军官校举办黄埔建校100周年的活动，总统大清德到场到斡，强调中华民国伫倒，黄埔的精神就伫倒。即阵传出有非法的中人要用上济32万的营养金招台湾的查某大学生去中国关卵子，国内医生叫经过有风险。小琉球昨7点半熊大规模失电，台电表示是因为天气热、游客多，同时阵的用电量促下历史循环，才会规夜跳电。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21拜5就要伫咧立法院表决啦。19、20会先请行政院长杜英台去报告。即阵国民党和民进党嘛拢展开宣讲来咧争取支持。一间除了民团要搁招民众上街头来反对修法，国民党嘛要招支持国会改革的民众去立法院周边応援。宣讲反对国会这款修法的理由，民进党16继续伫台北甲上山这所在举行全台的宣讲活动，就算落大雨，支持者也唔惊风雨来到现场参加。因为国会这款修法复议案19、20要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报告，21要表决。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把握时间落乡来宣讲。民进党是主张办电视辩论，不过民进党其实批评安尼做是书写行动。你就直接下乡去面对民众嘛。面对选民嘛，你们可以组先导团啊，一看你就知道他们讲不出口来，他要什么理由去说服台湾的民意，他们这一路盖牌，一路这样违建乱政。对于关键民的讲法，吴国昌批评是伦理错乱，认为民进党唔敢见，化为爱赖清德接受公开辩论邀请。柯建铭讲这样的话，真的是有一点逻辑错乱。民主进步党的主席赖清德是不是要背书？我会希望赖清德主席能够勇敢一点。接受这个出来公开贴人的邀请。不过原本主张的电视辩论，因为民进党拒绝判决，民进党16决定表决隔天就是22才伫永庆花园举办宣讲活动。对着复议案，国民党是强调22位委员会准备充足，19开始轮流来上场，甲杜英台直接来对决。挚爱难行之处在哪里？明明就是官员来立法院不要说谎，那么简单的普世价值都没有办法做到，这难道就是行政院想要保的挚爱难行的理由吗？所以我们每个委员都会直球对决。除了国民团体有各再结合，国民党也就用立法院青岛东路路权，号召支持国会这款修法的民众来到现场支持。两大阵营到时阵会甲青岛东路分做两边，场内场外就要拼起咯。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陆军官校今日举办黄埔建校100周年的活动，总统赖清德头一摆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到场告慰。针对着中国嘛招要咱的退伍军将去中国参加黄埔校庆，赖清德强调中华民国伫倒，黄埔的精神就伫倒。礼炮日来一向全军礼迎宾，总统赖清德上教育车，以三军统帅身份，伫高雄凤山陆军官校主持黄埔建校100周年校庆。本身是校友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往那到场参加。10升15公尺的大北国旗通过司令台，要显示中华民国主权，点出创校以来旧地址大门甲服装。因为这届为着100年纪念，两化小镇卫浴权动作正势。赖清德致辞嘛特别宣示黄埔正统的精神，佮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无隶属的立场。我们坚定的确信，中华民国在哪里，黄埔精神就在那里，在这里。秉持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的，才是真路官。没有这份雄心壮志，就是假黄埔。官校6校长组成校友联，他传统的正步，重现较早夫情壮志。管理学院第2年。
前进速度每分钟102步，18学生囡仔正步练，手提3.6公斤的铁钩腰步枪，其中2个由国防大学女官校生组成是上届大的特色，嘛创纪录。不过嘛是最后一届，新任国防部长顾立雄杀国军现代化，下令要求部队注重建训本务，踏正步行入历史。不管是哪一种训练，那在这过程中我们学习到的，不管是团队合作啊，或者是向心力，都是属于我们军校生最好的展现。可不可惜，倒没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厦门举办海峡论坛，这段期间，中国有推出会当予台湾人快速办理台胞证、居住证等等的服务。不过，咱陆委会就表示，民众提供的个资会予中共掌握，就要注意这是通证的步数。陆委会强调，申请中国的居住证，这个资甲手痕这寡文书，恐惊是会予中共提去乌白用，受到监控的风险嘛愈大，所以提醒民众就要斟酌，才袂互家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佮来看到，即马准备要歇热，就传出有非法的中人要用上济32万的营养金，招咱台湾的查某大学生去到中国捐卵子。不过，咱国内医师就警告，捐卵子是不比捐血，伫台湾的医疗过程本来就拢有风险嘛。若是去到中国用到非法的医疗手术，这风险会搁较大。所以建议查某囡仔就要想好清楚。今年3月至5月，少年煞有网友伫社群媒体发文分享家己去中国捐卵子，除了有免费的机票、住宿兼佚佗，还佫有一笔袂少的收入。有袂少人留话询问，休热要来啊！传出有袂少非法中介业者开始找台湾女大学生，以上济32万台票营养金，比台湾的介绍加准2倍，吸引女大学生去中国捐卵子。给我看那个大陆的是钱太少，我觉得。那如果钱多一点，你会考虑吗？如果真的很缺钱的话，有可能，就可能去就回不来之类的，就是怕啦，因为最近就很多这种诈骗之类的。医师表示，国内捐赠卵子有一定的规范，依照国建署规定，女性捐卵子必须40岁以下，检查无重大疾病。捐卵子前爱照超音波注放2针，取卵子进前注放2针，这个药物过程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甲腹内出血感染等。若是非法医疗，也有可能有手术的风险。利用药物所诱导出来很大的这个滤泡去取出卵子。所以它会不会有一个风险，就是有可能手术如果它不好的话会出血，或者会感染，甚至会腹膜炎。医师讲，取卵子是一种侵入性的手术，必须规身躯麻醉为阴道入去，捐赠者都要家己承担麻醉加手术产生的风险。建议捐赠者要加思考家己的权益甲健康，唔通单纯把捐卵子当作敢若捐血同款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小琉球昨7点半左右熊大规模失电，互真侪居民甲游客是拢热甲挡袂牢。台电表示，因为天气热，游客侪，同时阵的用电量上大有到12475千瓦，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嘛，致使规个小琉球拢跳电。整个大停电啊！现在头人吃饭了。规家人要食饭，却是暗暝摸无电，头顶变做出来底唯一的光源。屏东小琉球伫15暗时7点半，熊唔知安怎转到大停电，停了快1个小时了，而且还停了2次。因天气实在伤热，加上停电影响，真侪民众挡袂牢，只好先出门行行。大家都冲出来，因为太热了，没办法吃饭哈。全岛拢无电，总共影响到4171户，而且毋但是民众，即日游客上款也拄到100停电。尤其拄好是大家要食暗顿的时间，只好先用手机先照一个。虽然暗暝摸，毋过饭嘛是都要食。另外，也有民众来到餐厅要庆祝生日，拄到停电，规气的全场欢呼大合唱。不过，也有人烦恼讲，毋知要安怎登去民宿饭店。就连业者拢讲，这种情况实在是真少看到。真的看不到菜啊！餐厅整个大乱啊！然后里面空调都停的都很热啊！刚好有人生日啊！刚好就是大家欢呼生日快乐啊！以为说熄灯要唱生日快乐歌，要庆祝寿星啊！还有客人在餐厅跟我说怎么回去，我说请他们稍等一下，因为蛮少会遇到全岛大停电的。因为是假期的关系，所以整个用电量创了历史新高，导致这个保护设备来跳脱。台电呢也赶快紧急修复，我们也在晚间的8点半左右，大概全部的全乡都能够完成复电。
民党县长就准备接到消息，是打电话给台电董事长詹文生，在台电人员巡查了后，确定是浏览线自动化开关设备，为了保护电力设备离家己跳电，确定无其他故障了后，就全部复电啦。15顶岛人数有10418人，台电讲迄暗7点半一时间的负载量大约是12475千瓦，也超过10年来新高的纪录。未来检讨离岛供电的能力，莫阁有相关的情况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136线是往日月潭合欢山的道路，沿途会当欣赏到山区的美景。不过，有真侪民众会伫遐乌白弹喷射、乌白弹昏头破坏环境。即马环保局就设监视器，自4点钟要来追查此地违规弹喷射。涂骹的塑胶管也有世界乱弹的昏头。台中市136线太平往国城段山区道路，沿路风景真水，吸引真侪人来遮来欣赏美景。不过，民众乱去喷射是真无公德。垃圾的部分确实，这样看下来确实是蛮多的。有烟蒂，对我看到烟蒂了。有比较脏乱。对。台中市环保局讲，136线经过台中太平区、甲南投县、国城乡，也是通往日月潭、合欢山山区的近路。太平这边有15公里以上连续弯路，真侪重型机车甲改装车拢会行遮，也伫现场留下真侪粪扫。清洁队今年3月伫当地清出956公斤的粪扫。为了节省能力，最近已经伫2个所在设置24小时监视器来处理，只要发现违规，就会开车立人来开罚。因为这边最主要的垃圾大部分是，这些追焦者他们所留下来的垃圾，会把那个监视器改在赤坎顶这个人潮比较多的地方。环保局强调，只考虑地人上多，赤坎顶搁再增监视器，未来更加准备增加 AI 智慧辨识技术，呼吁用路人粪扫莫乱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底特律一笪耍水公园15发生枪案，嫌犯向大人囡仔开枪乌白弹28下，造成至少9个人受伤，其中一个8岁囡仔甲因老母重伤，性命有危险。因那嫌犯伫犯案了后，就随走转去秘伫因兜，行地路已经死亡。事发现场有红色线，正伫公园的楼梯附近，涂骹有真侪清洁卡用黄色的牌仔标示。美国密西根的底特律北边，差不多43公里远的罗彻斯特山有一个清水公园，15下晡发生嫌犯骑枪进入公园，向耍水的人开枪。除了其中3名受害者是一口罩，另外6名受害者年岁伫30岁到78岁之间，这6个人拢无性命危险。An 8-year-old boy who has a gunshot wound to the head. He's in critical condition. We have a 4-year-old with a boy with a wound to the thigh. He's stable. A 39-year-old woman with wounds to the abdomen and leg. She's in critical. That's all from one family. 事发当时，因为天气热，真侪爸母带囡仔伫公园耍水。警方调查，嫌犯开车接近公园，落车了后，伫距离人群差不多6公尺的所在开枪，佮保证至真侪解，佮至少开枪28解。犯案了后，佮走转去伫公园800多公尺的厝内底。He is a white male, 42 years old, believed to have lived with his mom. She was not home. She has been notified. It's our understanding that apparently he was undergoing some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警方接到消息，赶到现场，发现一支枪加3个空的枪支阿嬷，根据枪支登记资料，找到嫌犯的厝。因为烦恼嫌犯有大量的弹药，警方开始甲嫌犯化为沟通，却拢无得到回应。最后用无人机陪入去厝内，才发现嫌犯已经自杀死亡。警方搁伫食饭的桌仔查扣另外一支枪，因为嫌犯无犯罪记录，暂时无清楚犯案的动机，要搁进一步调查厘清犯案的原因。公视新闻台是唐平玉。南美洲国家智利一个沿海城市，因为连续几日天拢上大雨，伫当地一排滨海的大楼头前地基放起，出现一坑真大坑，有15公尺长、30公尺深的坑。部分居民是惊大楼会倒起，赶紧撤离。
环境有比的规排大楼头前，雄雄出现一个真大的坑，大坑内底还有工人在做加固工程。南美国家地理的沿海城市瓦尔帕莱索，当地因为这几天一直落大雨，造成沿海的国际社区建筑头前土石松软崩塌，出现长10公尺、深30公尺的大坑，户籍民众烦恼，距离大坑不到5公尺的大楼，随时都有倒落来危机。En la noche nosotros dormimos con mucho miedo, porque corrimos el riesgo, como yo le he repetido, que se puede venir derrumbe. Entonces, la primera noche no dormíamos nada, con eso le digo todo, porque lo amanecíamos, qué es lo que podía pasar. 距离大坑上近的大楼，悬13楼，拢总有200间徛架，每一间价值50万美金，等于是台票1600多万，是当地的高级主题区。当时销售的时阵，就主打0泰美金，却因为雨雨造成建筑下边的地基互冲起，连地下停车场拢互土石淹去。附近旧社区的居民批评，建商当时都不应该伫山区面顶起厝。Bueno, no, esto ya son años atrás, pero lo que le decía ayer de cuando ya se construyeron aquí los edificios ya empezaron por estos problemas, porque removieron toda la arena. Esa es la verdad. Por eso le vuelvo a decir que estos jamás tendría que haberse construido sobre las dunas. 外国媒体发新社报道，这是当地社区为2023年8月开始，伫一栋内底出现的第3个大坑。因为烦恼继续落雨会造成灾害，已经有数百人自行撤离。地理媒体报道，过去1礼拜，地理受到温带气旋加大河气流的雨雨影响，出现做大水、土石流的灾情，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还有超过10万户的徛家停电，上万人的财产损失。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约。今仔日6月16是世界海龟日，澎湖的龙鱼局早起伫马公市的海沙埔有野放13只救治复原的海龟，其中一只海龟身躯顶阁有装卫星发报器，要来记录海龟的生态甲活动。县府嘛有招真侪学生囡仔到场做伙来看野放，要促进海洋的教育。海巡人员做伙江水桶到沙埔，桶内有装发报器的海龟，用湿布盖起，等待灯辉大海。因应世界海龟日，澎湖县府会海保署这单位16早起伫马公市市里沙埔，野放今年救护收容的13只海龟。对加油声，青石龟慢慢行向大海。12只青石龟甲1只草橄榄龟，拢是因为天气甲健康条件无好这因素，掉伫海沙埔，互人救起来。经过评估，已经符合野放标准。其中草橄榄龟是台湾头一只装设卫星发报器的草橄榄龟。过往是没有野放过蓝鳍龟，那这次特别装了发报器，记录它未来的生态跟洄游生态。那也希望我们野放的海龟可以再回到澎湖来产卵，那产下更多的下一代。那也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永续发展，包括让小朋友更多的海洋教育机会。县政府邀请将近100学生囡仔到沙埔看野放，世界敢若剩7种海龟，伫台湾海峡就会当看到5种。澎湖是青石龟重要的生卵地之一，也是研究甲保育海龟的所在。囡仔做伙参加野放，互保育的观念记在心，希望因嘛当做伙为海洋永续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关灯古迹玫瑰堂已经有正百年的历史，是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的祖厝。对去年开始有开放予大家去参观，嘛来推广艺术文化。即阵玫瑰堂因也举办实农教育的活动，互民众会当落田来体验，感受这片土地。详细小解每一间房间，讲伫遮捌发生过的故事，嘉义县民国一玫瑰堂，结合在地农民种的农特产，要透过艺术导览甲实农教育的活动，互大家来认捌新感。感觉就是真好啊，因为这是好好无教的代志。然后这是阮第一届入来玫瑰堂啦，对。然后看伊的厝啊，拢保存甲足好的。除了玫瑰堂的导览，活动佫带因来到山地，大人甲囡仔毋但学习环保知识，佫体验现慢现食实农教育。家长就讲，囡仔会当遮尔walk进土地来感受土地，会当互因有真深的印象。会使甲田内底去，亲手挽环白，啊，伫遮青青现食安尼，啊，我感觉对囡仔来讲，伊对即个农作物有足深的印象安尼，嘿。紫色的番麦，啊，咱后壁这就是迄个双色的番麦，白色甲黄色，水果番麦，这无共款的番麦，啊，互遮囡仔吼来甲咱园的
来算来接触来接受咱的台主人。安尼希望讲小朋友也是在走出教室外，然后踏出文化场域，嘛，是在加入在农田内底自己体验这个新鲜的蔬果采摘的乐趣安尼。关田古迹玫瑰堂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的祖厝，为旧年年初开放到大，请真侪家庭来到这参观。为着要丰富这的文化内容，即马甲在地农民举办食农教育，要互来玫瑰堂的人除了有艺术的体验，嘛会当认捌新港在地滋味。记者林慧婷交期报道。中华风湾有国内上大的原始蓝仔地，生态正丰富，嘛是蚵仔产地。去年有剧团甲地方合作，伫咧海沙堡表演，探讨生态甲开发。今年嘛，搁再来表演以在地居民的生活做主题，搬出讨海人对海、对土地情感。民众坐铁外车行入蓝仔地，就是要来欣赏演出。有风湾乡真接看到破蚵仔、白蚵精、讨海人的生活，直接伫海坪演出，看戏民众拢感觉真特别。嘛有出国的风湾人特别带囡仔回来故乡。我感觉足特别的，而且这是风湾家己的故事嘛，找风湾家己的人来这表演，这是互大家认识风湾的一个足好的一个方法。想要带家己的囡仔回来家己的故乡行行，互因看卖讲，较早妈妈细汉海边啊是安怎生活的。中华风湾的蓝仔地有真丰富的自然生态。去年有剧团参地方社区合作，成立社区剧场，伫海沙堡进行艺术表演，探讨生态甲环境开发的议题。今年推出第部剧，搬出讨海人对海、对土地感情。把老时下晡时4点。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在地居民家己讲家己的故事，不止说给外地的好朋友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个故事流传在方圆，希望可以代代子孙都有这个因缘听故事安尼。今年活动除了有海沙堡的生态剧场演出，也结合风湾的特产土豆，举办泡豆比赛。互民众拿白土豆、拿泡豆开讲，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浸水式的艺术体验，互民众看到风湾丰富美丽的自然生态，同齐来守护这片珍贵的蓝仔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过去伫咧台北大稻埕，米甲甲相关的产业是真兴，其中有一项铁片刻字，就是迄当阵要伫咧米地啊顶头印字，甲进口出口的货物做记号所发展出来产业。即阵伫咧大稻埕，已经超过100档历史的米甲，嘛来举办刻字印米地啊的体验，互少年辈会当来认捌这项工艺。一人一块纸棒设计将面顶的字挂落来。大稻埕一间老米家为着让大家熟悉在地铁片刻字产业，带民众用纸棒来体验。文书老师讲，大稻埕过去有30-40间的米家，铁片刻字是因为迄当时有大量的米地以及进出口的货物需要印字做记号，才对咧发展。但即马大家拢用电脑印刷，手工是用要消失，所以因摕纸棒降低雕刻的危险性，互大人囡仔拢会当透过动手做来认捌大稻埕的产业历史。因为米家咱有爱做布袋，咱有一寡铁桶啊，这款物件呢，拢需要拍咱的marker起哩。但过去咧，无遮尔方便，我会使做一个铁皮，我先甲这字刻个好，布袋我嘛会使甲喷起哩，壁顶管我会使甲用这喷起哩。这间米甲对1980年停止营业，第5代头家接手了后，开始转型做米甲文书保存博物馆，收集真侪在地产业历史资料。头家讲，因对去年开始举办米甲100年的活动，今年搁再继续除了小解大稻埕的产业历史，嘛希望互民众了解文化保存的重要性。透过这个活动的部分，就是讲咱这囡仔会去参加，参加了伊就会去了解种咱较早的大稻埕的历史，伊就会知影讲，在未来伊的方向，要安怎保留这台湾的原来的历史安尼。产业甲工艺会因为社会变迁、生活方式的变化出现以及消失，但米甲第5代传人认为，过去是未来的基础。虽然一寡物件已经落伍，但也是值得去认捌。也若要熟悉文史，到现场去看、去体验是上直接的方式。希望透过这个文史活动，让大家知影这个伫要消失的工艺，甲已经消失的咖米产业。记者王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今仔日的天气翕搁热，过道对流较旺，就落大雨。气象署有针对中部以北8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因若伫咧东南部是咧靠小风，台东有发布高温的警示。
明仔载中北部有关是过道会落阵雨的天气，东南部嘛得要注意高温。咱再回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7度至34度，中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地区26度至34度，东部地区26度至35度。外岛地区24度至3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来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